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防盜網頻道，我係 Dion 啊，好開心同大家見面。最近咧，好多朋友問我哋石岐嘅展銳江月灣買唔買得過？今期我就同大家拆解展銳江月灣呢個樓盤啦。呢幾日咧，我都親自去咗樓盤視察過，用咗3日嘅時間咧，整理咗啲樓盤嘅優劣勢出嚟。各位朋友咧，可以先睇完呢條片，再考慮入唔入手呢個樓盤啦。好啦，我哋照舊先講缺點，再講優點啦。首先第一，樓盤周邊咧就有幾個產業園工廠都係比較多嘅，例如中山通用螺絲啦、中山勁力冷凍設備公司啦、中山市新藝電子有限公司等，所以人口會比較混雜咗啲。咁成個樓盤佢外部環境整體嚟講係一般嘅。第二，成個小區咧，佢佔地係45畝，容積率咧係3.0，係你冇聽錯，3.0。小區規劃咗8棟樓宇，所以樓間佢係會比較密集啲。第三，小區1、2、3、4棟佢係黐住民樂路嘅，再加上佢廠區多人多，所以夜晚會有一定嘅噪音嘅。第四，咁8、9、10棟咧，佢北面係直面工廠嘅，而且距離400米就有輕軌經過，所以噪音係一定唔會少噶啦。好啦，第五，書包分配方面，佢小學咧就係鄭義小學，初中咧就係石岐中學。咁小學嘅書包咧就真係麻麻地噶啦。未來如果單純想靠學位去賣個高價或者唔低嘅價錢，就會有少少難度啦。嗱，如果你可以接受呢啲缺點嘅話，咁我哋再睇落去啦。嗱，首先展銳江月灣呢個樓盤佢嘅位置係比較有優勢嘅，佢既可以享受老城區嘅繁華配套啦，亦都有旗江新城發展紅利嘅雙地段樓盤。好啦，第二，咁佢展銳發展商咧一路都係打造高端豪宅同埋大型 shopping mall 為主嘅，響中山已經深耕咗20幾年嘅時間嘅啦。代表作品咧有 Coco City 商場、展型天鑽嘅大平層單位，仲有一個香榭里嘅別墅，亦都係我哋發展商去打造嘅，名氣唔算大啦，但係喺中山嘅口碑咧都係唔錯嘅。咁佢呢個樓盤嘅交付咧，都係用咗大量嘅品牌，例如老闆嘅3件套啦、歐派嘅定製櫃等，而且都有寫喺合同上面嘅喎。第三，周邊配套咧係比較齊全嘅，佢2公里範圍內就有16個學校，由遠到高中都有，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4大商圈、萬民匯啊、保利國際廣場、大信新都會同埋9月份即將開業嘅山姆超市。10分鐘時間就可以去到中山2大三甲醫院、中醫院同埋人民醫院嘅。第四，交通咧係比較方便嘅，因為佢離中山北站1公里範圍嘅啫，而且目前咧佢係城軌站，但係嚟緊會升級為高鐵站。2027年深澳高鐵開通咗之後咧，佢就可以直接去到香港西九龍站嘅，全程只需要50分鐘嘅車程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我哋門口就有巴士站，可以去到中山各個區域嘅，隔離5分鐘時間有個上城站同埋天逸站，可以去到深圳灣同香港。咁返到深圳灣咧，只需要50分鐘嘅時間；返到香港30幾個站點都係只需要個半鐘嘅時間嘅啫。去到港珠澳大橋都係半個鐘時間嘅咋。好啦，第5點，因為依家發展商咧佢優惠政策係非常豐厚嘅。咁首先第一，原先佢2萬幾蚊一方嘅，依家佢活動價12000蚊左右一方，即係1200蚊一尺左右就可以上車。而且佢依家首付嘅話咧，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搞掂噶啦。第二，佢就係送價值2萬蚊嘅加裝補貼。第三，贈送2地車牌。第四，再贈送你價值1萬蚊嘅3冇會員卡。第五，1萬蚊嘅物業費。第六，送價值3萬蚊嘅車位抵用券。第七，以舊換新專享嘅98折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項目嘅戶型先，佢係分為2期開發嘅，以修飾園林景觀嚟打造，規劃約12萬平方嘅濱江豪宅，採用咗板樓同埋塔樓結合嘅錯落式佈局，做到戶戶朝南向嘅，冬暖夏涼。
小區首層設置5大主題架空層泛會所空間，提供休閒、健身、閱讀、會客、親子等一站式體驗，為全齡段嘅業主打造健康休閒社交空間。咁目前1期已經係現樓嘅狀態，今年年底就會全部收樓嘅。目前在售咧係3棟、5棟同埋8棟嘅。咁依家性價比最高嘅咧係8棟呢邊啲單位，8棟佢分別有90平方嘅3房2廳啦，同埋121平方嘅4房2廳戶型。8棟現時咧佢搞緊特價，11,000到13,000嘅單價就可以入手噶啦。咁5棟呢邊嘅話咧係90平方嘅3房2廳，單價咧係13,000到15,000蚊嘅。咁150平方嘅大戶型咧，佢係5房2廳4衛嘅喎，單價咧去到18,000到21,000嘅，但係咧佢係贈送50平方面積嘅。嗱，再睇翻3棟呢邊，3棟佢現時加推咗一個107嘅4房2廳2衛嘅戶型，實用率咧係去到105%嘅，全部都係睇江景嘅喎。咁佢107方咧，睇我哋石岐東港灣公園呢邊係冇任何遮擋嘅，亦都可以睇到我哋成條岐江河嘅喎。咁佢視野景觀咧係非常之開闊嘅。佢依家現時賣嘅單價咧係14,000蚊到17,000蚊1平方嘅大精裝修嘅，面積越大單價越高。如果景觀上邊有要求，而且資金充足嘅情況下，你可以選擇107方嘅睇江景嘅戶型。如果想要大積嘅話，你可以揀150平方嘅5房單位啦，佢有50到60平方嘅贈送面積嘅喎。如果唔需要咁大，景觀又冇乜要求嘅話咧，可以選擇我哋嘅8棟單位。性價比咧會比較高嘅。目前展瑞光月灣嘅單價咧係11,000蚊到21,000嘅，咁佢附近嘅華僑城天鵝堡咧就剩低大概200套尾貨左右，均價係15,000。天水湖5期咧剩低30套尾貨，均價係13,000。咁附近二手房嘅話咧，天水湖樓齡大概6年左右，二手樓均價係11,000蚊左右嘅。大順海岸家園咧，佢樓齡比較耐，07年就攞個地啦。咁佢二手均價咧喺1萬蚊左右，中海錦城咧佢10年左右嘅樓齡噶啦，二手房咧均價係11,000蚊左右嘅。整體嚟講嘅話咧，周邊二手房嘅均價咧係去到11,000蚊左右嘅。咁展瑞光月灣現時啲特價房咧都係11,000蚊到12,000蚊就可以入手嘅。如果你要買呢個區域，都係建議你買翻新房啦。好啦，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下我哋防盜網，我哋會經常拆解更多嘅樓盤分享俾大家嘅。如果你哋有任何房產疑問，亦都可以撥打上面嘅電話聯繫我哋，或者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哋都會一一去回覆大家嘅。咁視頻最後咧，大家唔好行開先，俾翻個 like 或者 follow 翻我。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期嘅精彩片段啦！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